你知唔知點解耶利米被稱為流淚嘅先知？呢個稱號嚟自耶利米書9章1節。但願我嘅頭為水，我嘅眼為淚嘅泉源，我好為我百姓中被殺嘅人晝夜哭泣。呢一個係一個好動人嘅形象，一個為百姓哭泣嘅人。但如果我哋以為耶利米淨係一個哭泣嘅人，我哋就將佢嚴重地簡化咗啦。事實上，耶利米係成本舊約中內心最複雜、情緒波動最劇烈、與神嘅關係最坦白，亦都最掙扎嘅一位先知。佢唔單止哭泣，佢仲憤怒；佢唔單止信服，佢仲控訴；佢唔單止宣講神嘅話，佢仲咒詛自己出生嘅日子。佢係一個被呼召去做一件佢唔想做嘅嘢嘅人。而且佢喺做呢件事嘅過程中，俾自己嘅百姓、自己嘅屋企人、自己嘅同行，甚至自己嘅情感反覆咁撕裂。今日我想帶大家進入耶利米書嘅第18至20章，呢3章經文嘅跨度極大，從窯匠嘅工作室到聖殿嘅門口，從神學嘅宣告到先知最私密嘅崩潰，佢哋好似3幅越嚟越暗嘅油畫。一步步將我哋帶入耶利米心靈嘅最深處。窯匠個屋企泥土可以被重造。耶利米書18章1至4節，耶和華嘅話臨到耶利米話：你起嚟落到窯匠嘅屋企去，我喺嗰度要使你聽我嘅話，我就落到窯匠嘅屋企去，正如佢轉輪做器皿。窯匠呢就用泥做嗰啲器皿呢，就喺佢手中係做壞咗嘅。佢又用呢一泥另做大嘅器皿。窯匠喺點樣好就點樣做。一堂喺工作坊裏邊嘅神學課，神冇叫耶利米去聖殿，冇叫佢上山，冇喺異象中向佢顯現。神叫佢去嘅地方係一間窯匠嘅工作坊，一個充滿泥巴、轉輪聲同埋汗水嘅地方。神要喺最日常嘅場景中教導最深刻嘅功課。耶利米走入去睇見窯匠正喺轉輪上做器皿，然之後器皿做壞咗。注意經文點講呢？喺佢手中做壞咗。希伯來文係 vanish chat，hacklish chat 係被動語態，被整壞咗，走咗形。咁經文冇明確講係窯匠嘅技術問題定係泥土嘅質地問題。器皿就係壞咗，形變咗，唔係原本計劃嘅樣。但係窯匠嘅反應先至係成個場景嘅重點。佢冇把壞咗嘅泥掟咗，佢把泥重新揉成一團，再做一個新嘅器皿。窯匠睇點好就點樣做。而神嘅主權與人嘅回應，神用呢一個場景對耶利米講咗一段非常重要嘅話啦。耶和華話：以色列家，我待你哋，豈不能照呢窯匠整泥咩？以色列家，泥喺窯匠嘅手中點，你哋喺我嘅手中都點。我幾時論到一邦或者一國說要掹出拆毀毀壞，我所講嗰邦呢，若係轉意離開佢哋嘅惡，我就必後悔，唔將我想要施行嘅災禍降與佢哋。呢段話成日被簡化為神係窯匠，我哋係泥。好似重點只係神有絕對嘅主權，我哋乜都唔做。但係如果你仔細讀第7至10節，你會發現神講嘅唔只係主權，更係回應性。神說：我宣告審判，但如果你哋悔改，我會改變計劃。我宣告祝福，但如果你哋背逆，我都會改變計劃。呢度有一個希伯來文值得注意，我就必後悔嘅後悔係 Venichemti。嚟自 Nachum， 意思就係改變心意，感到遺憾，重新考慮。呢個字同時亦都係安慰嘅字根 Menachem。神嘅改變心意唔係因為佢做錯咗，而係因為佢係一位對人嘅回應敞開嘅神。佢唔係一台設定好程序就唔再更改嘅機器，
佢係一位活嘅、有情感嘅、與人互動嘅神。換句話說，泥土唔係完全被動嘅，窯匠有主權，但係泥土嘅質地，佢係柔軟定係頑硬，會影響窯匠嘅計劃。神嘅主權同人嘅責任喺窯匠嘅比喻中唔係對立嘅，而係交織喺一齊嘅。百姓嘅回應最冷酷嘅拒絕。但係當耶利米把呢個信息傳達俾百姓嘅時候，佢哋嘅回應係咩呢？佢哋卻話呢一個係謊言，我哋要照自己個計謀去行，我哋各人都隨自己環境嘅核突做嘢，呢個係謊言 no ash， 直譯係冇希望啦，或算罷啦。但係呢個唔係絕望嘅哀嘆，呢個係故意嘅拒絕。百姓唔係話我哋做唔到，佢哋係話我哋唔想做，我哋要照自己嘅計謀去行。呢句說話同士師記各人任意而行幾乎完全同義。佢哋明知悔改可以帶嚟轉機，卻選擇繼續還硬。呢一個係先知最痛苦嘅經歷之一。你將一扇開住嘅門指俾佢哋睇，佢哋睇咗眼，轉身走向死路，仲話俾你聽算罷啦。摔碎嘅瓦樽唔能夠被重做嘅器皿。19章。咁如果第18章係一個充滿盼望嘅比喻，泥仲未燒可以重做，咁第19章就係盼望嘅終結。耶和華如此說：你去買窯匠嘅瓦樽，你要喺同去嘅人眼前打碎個樽，對佢哋話：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，我要照樣打碎呢民和呢城，正如人打碎窯匠嘅瓦器，以致唔能再囫圇啦。囫圇意思修復。從泥到瓦樽不可逆嘅轉變。注意第18章同第19章之間嘅關鍵區別。第18章嘅泥仲喺度轉輪上，佢係濕嘅、柔軟嘅，可以重塑嘅。但係第19章嘅瓦樽壁布咧係已經燒過嘅陶器嘅，佢係硬嘅、定型嘅、不可逆嘅。你可以將濕泥牛翻去重做，但係你唔可能將碎瓦片黐翻個完整嘅樽。呢個從泥到瓦樽嘅轉變，代表咗一個極其嚴肅嘅神學信息。恩典有期限，當泥還軟嘅時候，悔改係可能嘅，重塑係可能嘅，一切都仲有機會。但係如果你一路還硬，一路拒絕，一路話算數算例，會變成瓦。燒過嘅瓦唔可以再翻泥嘅狀態嘅，咁到咗個點，剩低嘅就只有摔碎。摔碎嘅地點，欣嫩子谷。神吩咐耶利米喺欣嫩子谷 Gai Ben Hinnom 嘅入口處摔碎瓦樽。呢個地名喺聖經中極其沉重。欣嫩子谷係耶路撒冷南面嘅一個山谷，係猶大國最黑暗嘅罪行發生嘅地方。亞哈斯同馬拿西喺度把自己嘅兒女經火獻俾摩洛。咁呢度係殺嬰獻祭嘅地點。後來呢個山谷嘅名被希臘化為 Gehenna， 就係新約中耶穌所講嘅地獄 Gehenna。耶利米企喺呢個地方摔碎瓦樽，唔係隨機選擇嘅，佢係喺以色列犯罪最深嘅地點，宣告審判已經不可逆轉。你喺呢度殺咗自己個孩子，而家你自己都要喺度被摔碎。不能再囫圇啦。希伯來文 Lo Yuchal Liharaf 直譯係不能被醫治啦。Rapha 係醫治嘅字根，同一個字喺其他地方用嚟描述神對土地同百姓嘅醫治，例如歷代志下7章14節，我必醫治佢哋嘅地。但咧喺呢度呢個字被否定咗，唔能醫治啦，打碎咗就係打碎咗。弟兄姊妹，呢個係一個令人展栗嘅信息。我哋成日假設神嘅恩典係無限延長嘅，唔理我點樣背逆，神永遠會等我回頭。但係耶利米書19章話俾我哋知，係嘅，神嘅恩典係極大嘅，但泥咧係會變硬嘅。當你一次又一次話算數啦，你個心喺每一次拒絕中都更硬一分。
直到有一日，你唔係唔見悔改，而係你已經失去咗悔改嘅能力，泥變成咗瓦，而瓦一旦碎咗，就唔會再復原啦。三巴斯胡爾嘅暴力先知嘅代價，20章1至6節。祭司音麥嘅仔巴斯胡爾作耶和華殿嘅總管，聽見耶利米預言呢啲事，就打耶利米先知，用耶和華殿裏面亞敏高門內嘅枷，將佢加喺嗰度。耶利米從欣嫩子谷返去聖殿。係啦，咁啊，繼續宣講審判嘅信息。然後巴斯胡爾 Pashur 聖殿嘅總管，亦即係聖殿行政系統嘅最高負責人之一，喐手打咗耶利米，並用枷鎖將佢鎖喺聖殿嘅大門口。一宗教權力對抗先知話語。注意巴斯胡爾嘅身份，佢唔係一個外邦暴君，佢係聖殿嘅祭司，佢唔係喺大街上攻擊耶利米，而係喺耶和華嘅殿中。呢個意味住對耶利米最猛烈嘅迫害嚟自宗教體制嘅內部，嗰啲本應傳講神話語嘅人，成咗壓制神話語嘅人。呢個同列王紀中神人與老先知嘅故事形成咗呼應。嗰個伯特利嘅老先知用假話欺騙咗猶大嚟嘅神人，最終導致神人嘅死亡。宗教人士成為咗信仰最大嘅敵人，唔係因為佢哋唔認識神嘅制度，而係因為佢哋將制度當作維護自身權力嘅工具。巴斯胡爾打耶利米唔係因為耶利米講咗錯誤嘅話，而係因為耶利米講咗佢唔想聽嘅話。而枷鎖嘅羞辱。Gamma packet 係一種將人嘅頭、手、腳固定喺扭曲姿勢中嘅刑具，佢唔單止造成身體嘅痛苦，更係一種公開嘅羞辱。耶利米被鎖喺便雅憫高門，呢個係聖殿最繁忙嘅入口之一。每一個嚟聖殿敬拜嘅人都會睇見佢，神嘅先知被神嘅殿嘅管理者鎖喺神嘅殿嘅門口。想象嗰個畫面，你係耶利米，你忠實地傳講咗神嘅話語，你嘅報酬係被自己嘅同胞打，被鎖喺聖殿門口，好似一個罪犯一樣，被所有人觀看。你嘅身體被扭曲喺枷鎖中，你嘅尊嚴被踐踏，而路過嘅人，嗰啲你曾經試圖警告嘅人，亦都喺度嘲笑你。呢個就係做先知嘅代價。4耶利米嘅獨白。聖經中最赤裸嘅禱告，20章7至18節。從枷鎖中被釋放之後，耶利米向神傾倒咗一段獨白。呢一段獨白被學者稱為耶利米嘅告白 （Confessions of Jeremiah），係成本聖經中最坦白、最掙扎、最令人不安嘅禱告之一。佢個情感波動之劇烈，幾乎俾人懷疑呢個係咪同一個人喺度講嘢。你欺騙咗我，7至9節。耶利米20章7節，耶和華啊，你曾勸導我，我亦聽咗你嘅勸導，你俾我有力量，你勝咗我，我終日成為笑話，人人都戲弄我。第7節嘅翻譯需要非常小心，和合本翻譯為你曾勸導我，但係希伯來文 P.T. Tani 嘅原意遠比勸導更加強烈。呢個字嘅字根 Pata 喺舊約中嘅主要含義係引誘、欺陷、誘惑。佢喺出埃及記22章16節用嚟描述一個男人引誘處女，喺士師記14同16章用嚟描述大利拉氹騙參孫。耶利米喺度講咩？佢喺度講，你呃咗我，你用你嘅話語吸引咗我，俾我以為呢條路係可以行嘅。你比我強，我掙扎唔過你，我俾你征服咗，你勝咗我，但係結果呢，我成咗笑話，人人嘲弄我。你承諾咗一個使命，但係你冇話俾我知代價會咁大。呢個係一段對神嘅直接控訴，唔係恭敬嘅疑問，唔係小心翼翼嘅質疑，而係一個被壓碎嘅人對住神嘅面講：你欺騙咗我。然之後第9節咧出現咗全書最矛盾嘅自白：
我若講話我唔再提耶和華，亦都唔再奉佢嘅名講論，我便心裏覺得似乎有燒着嘅火幣塞喺我骨中，我就含忍唔住，唔能自禁。耶利米話我想辭職，我唔想再做先知，但我做唔到，因為神嘅話喺我裏面似燒着嘅火幣塞喺我骨中。Kish Boet Extra B Atmoti， 我控制唔到自己，我恨呢份工，但我放唔低佢，我想離開，但火喺度燒。呢個係呼召最殘酷嘅真相。你可以恨佢，但你離唔開佢，唔係因為你冇自由，而係因為神嘅話喺你入邊已經成為咗比你嘅意志更強大嘅力量。你唔係揀服侍神，你係被火驅趕住，身不由己地走在一條你唔想走嘅路上。而從讚美到咒詛過山車般嘅情緒，13至18節。第13節突然出現咗一句完全意想唔到嘅讚美，你哋要向耶和華唱歌，讚美耶和華，因佢救咗窮人嘅性命，脫離惡人嘅手。如果故事喺呢度結束呢，呢一個會係一個標準嘅從哀歌到讚美嘅轉折啦，就好似詩篇22篇咁樣。但係耶利米書20章冇停喺度。第14節語調墜入咗全書最深嘅黑暗。願我生嘅嗰日受咒詛，願我母親產我嘅嗰日唔蒙福，願嗰報信俾我父親講，你得到個仔，使我父親甚歡喜嘅受咒詛。我點解出母胎見勞碌愁苦，使我嘅年日因羞愧消滅呢？三咒詛出生，嚴咒詛神。最後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觀察，耶利米咒咗自己出世嘅日子，咒詛咗報喜訊嘅人，但係佢冇咒詛神。呢個同約伯記3章1節驚人地平衡。約伯喺極度痛苦中，亦都咒詛自己嘅生日，但約伯嘅妻子對佢話：你棄掉神，死咗啦嘅時候，約伯拒絕咗。耶利米都係如，佢可以對神說：你呃咗我。佢可以咒詛自己嘅出生，但佢唔否認神，不離開神，不停止向神說話。呢個係一種極其獨特嘅信仰形態啦。你可以喺神面前咒詛一切，除咗神自己，你可以將你最黑暗嘅情感傾倒喺佢面前。你可以嗌叫啊、質問啊、控訴啊，但係你始終喺對佢講嘢，你始終喺關係裏邊，你嘅憤怒唔係叛逆，佢係親密關係中最痛苦嘅表達。呢個同詩篇88篇嘅神學完全一致。嗰首詩從黑暗開始，以黑暗結束，但係佢從頭到尾都係向神講嘅。耶利米書20章亦都係如此。最後一節係一個無解嘅問題：我點解出母胎？但佢仍然係一個對住神提出嘅問題。3章經文嘅神學軌跡從柔軟到破碎。等我哋退後一步，睇下第18至20章作為一個整體嘅神學軌跡。第18章嚟柔軟嘅、可塑嘅，都仲有盼望嘅。窯匠把壞咗嘅器皿揉碎重做，悔改嘅大門係敞開嘅。呢個係恩典嘅時刻。第19章瓦樽，堅硬嘅、定型嘅、不可逆嘅瓦樽被摔碎喺欣嫩子谷，不能再修復。悔改嘅門關上咗，呢個係審判嘅時刻。第20章，先知傳講恩典同埋審判信息嘅人，自己被碾碎咗，佢被枷鎖住，被同胞嘲弄，心裏有火喺度燒，卻想辭職，一邊讚美，一邊咒詛自己嘅出世。你睇見咗啊？材料從泥變成咗瓦，從柔軟變成咗堅硬，從可重塑變成咗不可修復。而負責傳達呢一切嘅先知，自己亦都喺呢個過程中被壓碎咗。器皿同先知同時喺破碎，百姓嘅心在變硬，先知嘅心在被撕裂。一個係因為拒絕神而碎，一個係因為忠於神而碎。碎法唔同，但痛苦同樣真實。結語，泥還軟嘅時候，耶利米書18至20章向我哋提出咗3個無法回避嘅問題。第一，你個泥仲軟咩？你有冇喺某啲事情上對神嘅聲音越嚟越遲鈍？有冇某啲領域你已經講咗太多次算罷啦？
以至於你個心喺度開始變硬。趁住泥仲軟嘅時候回轉，因為一旦泥被燒成瓦，窯匠能做嘅就唔再係重塑，而係摔碎。第二，你願意為咗忠誠付出代價咩？耶利米嘅一生話俾我哋知，忠於神嘅呼召不保證一帆風順，佢可能意味住被自己人唾棄啊，被宗教體制打壓，日復一日咁傳講冇人想聽嘅信息。骨頭裏邊嘅火咧，係會將你燒得好痛，但係嗰火就係你活住嘅證據，證明神嘅話仍然喺你入邊。第三，你能夠接受一個從讚美跳到咒詛嘅信仰咩？如果你以為信仰係一條平穩上升嘅直線，信心越嚟越強，喜樂越嚟越多，問題越嚟越少，耶利米書20章會粉碎呢一個幻想。真實嘅信仰係喺讚美同埋崩潰之間來回擺盪嘅。今日你可能好似第13節咁樣唱歌，聽日你可能好似第14節咁樣咒詛自己嘅出世。兩者都係真嘅，兩者都喺神面前。耶利米冇得到一個圓滿嘅結局，佢嘅書以耶路撒冷嘅毀滅同百姓嘅被擄告終，佢預言嘅審判全部應驗咗。但耶利米書31章33節嘅應許都喺嗰度，我要將我嘅律法放喺佢哋裏面，寫喺佢哋心上，一個新約嘅盼望，一粒新嘅心，一塊永遠柔軟嘅泥。咁係泥嘅終極盼望，唔係唔再被窯匠嘅手觸碰，而係有一日泥本身會被更新，從裏到外都係柔軟嘅，唔再變硬，唔再需要被摔碎，因為神嘅律法唔再寫喺石板上，而係寫喺心上嘅。願我哋都做一塊喺窯匠手中仍然柔軟嘅泥。願神賜福俾你，也門。我係今日嘅講員，心靈